要做仙，要做仙，做仙准备飞天顶。讲到迄个道长哦，确实实在有够熬啦，才无几工的功夫尔哦，哦，就甲练这粒，哦，讲种有效的，什么天顶飞啦，涂骹走的啦，水底咧游的啦，所有的精华拢伫这内底。哦，这食落到地吼，我着真正会飘飘欲仙呐，着听我来天顶观光游览嘛。迄愈想心肝愈痒，迄无去甲趁落，实在也甲我挡袂掉。搁好食。后影吼，仙丹食落去啊！哎哟，等你游去还袂行的时阵吼，紧转来款衫裤，包我款款的，准备通我来去天顶，来去天顶。迄个，哦，我这姑母我晓得呢，啊，摕只迄个毋知看啥物，我毋是小药，学咧学愈拖咧，讲要飞上天。你这我小到无尾溜啦，啊，对我这是你咧无尾溜啊，谁咧无尾溜啦？细细念念啥？使，啊，就拄则这姑母啊，拄则来互我看到呢，啊，拄则我唱歌啦，结果跳舞，我摕一粒要乌仙讲啥物仙丹，讲食咧讲要飞上天，即摆才对嘴转去啊！啊，你无甲走动？毋是啦，我挡袂住啦。啊，看当面啦，迄只仙丹若去互吞落，啊，伊即摆若飞去天顶，咱就会去互迄个闪电娘甲咱骂，你知无？啊，使，啊，这要怎？赶紧，吼，来去因兜甲看卖呢啊！哦，紧来去啊！阿娘，我等下娘。安奈无人应声？啊，娘搁出去来款咯。唉，好，去大家。哦，阿娘，你两只，哇！哎呀，我你即摆是咧看到鬼哦啦？你这比鬼较歹看，你啥啦？哈？你戆囝，啊！你做人叫阿娘，我当然是恁阿娘，你要我啥项？但我想讲，倒来阮厝诶，就是阮阿娘尔，毋过你都毋是啊，你无共啊。当阿娘是当位你无共啊？你声吼是有淡薄仔像，也毋过你这规个人吼，也无生妖也无生怪，你本来是阮阿娘啦。哪有可能啦？我是安怎你无生妖无生怪？无可能啦！还有无可能。你目睭花看唔到啦。你家己照看卖，我也无共款，我是倒样。哎呦，我来变安尼啦！我知，一定迄个死道士，我开遐济钱叫伊甲我练仙丹互我食迄粒仙丹，我变安尼啦！我安尼啊，你无代无志开迄个钱，只叫人练迄仙丹，要食迄仙丹是要创啊啦？自从你去天顶转来了，你定定咧甲阿娘顶讲迄天顶偌水的，若住天顶哦，免食。免啉水拢袂破病的中性本咯，阿娘嘛是讲要做仙，嘛是讲要来天顶住，我毋知开足侪使囝钱去拜托迄道长练仙丹互我食，我知影迄个仙丹食了变安尼，但即摆人毋食人，鬼毋食鬼，妖毋是妖，娘，这要安怎啦？你问我要问啥？我要安怎？阿娘，你莫哭啦！我知影你即摆吼心肝内有哪会愈苍苍啦。啊无安尼啦，归去啦。这臭道士吼，啊你钱甲你骗的都无要紧，佮甲你变安尼吼。行，阿娘，你带我来找伊啦。看有解药无啦？大家摕解药哦。行。使，你听哦，这正共番啊，无代无志开钱，煞来佫请两公道士，啊是仙人啊变到土啊！真正有影为着讲要走去天庭佚佗啦，才来摕钱叫人甲练药丹，哇，食变一只土仔精。国语的俗语有一句讲：皮肉夫人又做兵，若台语的号做咦，小贪两家人，单单啊单。阿娘，囝，就是这间啦。加油！臭道士啊！你敢出来啊！臭道士啊！向你遐大声细声啦！火风的妖怪，你敢来这个所在？小蛋，什么妖怪？迄阮阿娘啦，牛精啊啦！你阿娘，那变安尼？你搁敢问我哪会变安尼？你这个臭道长，我开安尼济银两，叫你甲我练一粒仙丹，
是讲食食要做甚要飞下天顶。你迄老做啥物碗糕蛋啊？食到到底，人毋惊人，妖毋惊妖。你看我即个型的，是要安怎出去甲人见情啊？臭豆腐你啊！我甲你讲，哈，你这个江湖术士安尼四界人怪人骗，你是足可怜的。阮阿娘今日钱互你怪去，你骗你袂要紧，你人嘛无需要变安尼。我甲你讲哦，紧甲我变回原形哦，啊若无哦，我无帮你算。哎呀，好啦，我尽量啦。我哪知迄粒蛋食了到底变安尼？我搁连一粒蛋互食看卖嘛。假使伊若法度变还原，甲中医，啊，假使若无法度变还原，伊只有继续安尼啊。你讲啥？你讲的什么笑话啊？你尽量，看我都爱干杯咧，你尽量。你一定爱甲我炼解药啊出来啦！拜托，骹手较紧的啊！我这土啊，寿命要偌长，你毋通七早八拖拖到我叫狗遐紧去，你还阁练啊袂好。好，安尼，你先莫艰苦啦，我尽量啦吼。臭豆腐啊，我甲你讲哦，吼，无论安怎，你一定要甲安尼变回原形，啊若无吼，你这间豆单吼，我人掠厝拆，今仔只迄三仔无半只，知影无？好啦。大家变成土啊！嘿啊，你都毋知恁大家哦，人做咧生啊，即嘛做土啊偌古水咧。小弟，好啊，笑啥物？恁一撮动情心了无？枉费讲恁是做先生的，雷讲雷声，我毋是命令你，讲你犯奸的时阵爱保护我大家，爱阻挡我大家起来天庭，是安怎会好好一个人会变成僵尸？啊，这要怪嘛，都要怪你命令了伤晚。你若较早命令阮两个落凡间去甲主动，都会付啦。啊，因为你伤晚命令啊，咱落去的时吼，就搁适应迄个水土啊。啊了后吼，我迄阵拄啊吼，足紧的足急的，想要漏水啊。啊，毋则放阮即个火伫遐咧顾，结果吼，阮即个火顾甲煞去，互恁大家啊，将迄粒要仙丹全拄一个吞落咧。迄免怪我啊！啊，我毋捌看过仙丹洗了三款呢，我看伊三一个乌噜，我当做是巧克力啊，冻着啊袂糊啊。啊，你害啊啦！娘娘啊，即摆你大家变成土啊，是要安怎就好啦？那要简单，啊，伊即摆变做土，你搁食解药，搁变做人就好啊。你讲的戆话啊！迄个道士炼迄个仙丹，要互因大家食，就是要互伊变做土啊正。对。啊，伊是练足久的咧，费尽心神，费尽功夫呢。啊，伊即摆要搁练解药互伊食，嘛是共款啊练足久的。除了讲迄个道士以之外，无人有法度通搁再练迄粒仙丹出来做解药啊。娘娘因大家以后哦，拢变成土啊！做土啊袂歹啊，今年是土啊年呢，一世界大家拢在拜土啊神。啊，若上高水的，叫做玉土。较歹的，叫做兔崽子；啊，若上水的，叫做兔女郎。幸灾乐祸，雷公雷声。哟，恁的意思即摆做精神比做人较好？你给我听清楚，这个代志是恁两个失职。你爱来凡间甲我找解药，互我大家食，变回原来人形。若无，恁两个甲较细腻的。我会甲恁变做红菜头，变做红菜头是要创啥？互我的大家食。啊，啊，毋着小白兔。这红萝卜，哇！